使用類固醇嘅好處咧係止痕效果非常之好，呢個係值得表揚嘅。但係咧呢個治療咧係治標唔治本，你停咗之後咧會即刻反彈，而且長時間使用類固醇咧會出現一個耐藥性啦，即係話你可能以前用低濃度嘅，而家咧可能要用一個高濃度先起到個作用，又或者咧個肝腎功能出咗問題，佢會破壞個皮膚屏障，令到咧角質增厚、皮膚萎縮。其實通過中藥內服外洗都可以達到個止痕、潤膚、收水、退紅、生肉嘅一個作用，而且效果好明顯。最緊要咧係冇副作用。用芫茜金銀花水沖涼咧，沖洗呢個濕疹患處咧，對一啲風熱型嘅一啲輕症其實係有幫助嘅。但係如果對一啲重症或者唔同症型嘅一啲濕疹，譬如話你個濕疹係血虛風燥啊，或者濕毒濕熱啊，對於呢一啲咁嘅症型咧，其實就冇幫助噶啦。因為對一個輕症嘅一個風熱濕疹咧，金銀花芫茜咧可以達到個解表嘅作用、透表嘅作用，佢可以幫你咧將你身體入邊嗰啲濕熱咧或者啲毒素咧同你托翻出去，達到個止痕嘅作用。但係如果你身體入邊啲毒素太多嘅時候咧，金銀花芫茜幫你托出去嘅時候咧，咁你皮膚咧就好容易爆嘅。你皮膚一爆咧就好容易感染啦、出血啊、出水啊。所以咧對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濕疹咧，我哋就唔建議用金銀花芫茜去沖涼。用錯方法會令到個濕疹咧加重，千祈唔好亂咁試啊！第一係中藥內服，根據唔同症型嘅濕疹咧，用啲特定嘅中藥咧，可以達到一個標本同治一個作用。第二咧，通過一啲外洗中藥，譬如話苦參、白布、土茯苓、白閃皮、地膚子、蛇床子等，一般咧煲好呢一啲中藥咧，外洗即可，可以達到個舒緩症狀嘅作用。第三咧係使用一啲中藥乳霜，因為咧濕疹人士咧好多時候皮膚咧角質化或者皮膚咧偏薄，變得好乾燥。咁通過呢一啲中藥乳霜係純中藥成分、純天然成分，對啲乾性濕疹或者啲乾性皮膚保濕嘅效果咧，其實非常之明顯嘅。最後保濕止痕只不過係治療濕疹嘅其中一部分，要真正治療濕疹就要內外夾擊，幫患者增強免疫力，重建皮膚屏障。如果你都有濕疹問題，有咩想知就留言俾我哋啦。